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3月11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112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218天。这两天乌军在库尔斯克面临着非常大的压力。俄军宣布库尔斯克全线大规模进攻，这个我想恐怕是实际情况因为在特朗普这个帮助之下对吧？特朗普帮助俄军他首先是暂停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然后又是切断这个乌军对卫星图像的访问权限，然后又是停止这个情报共享，给前线的乌军造成了非常大的这个障碍和混乱。实际上特朗普客观上就是帮了俄军，那么俄军就在这个特朗普的助攻之下，和这个朝鲜部队加大了对库尔斯克乌军的这个进攻。时代周刊报道说，由于特朗普的行动，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许多士兵这些天都死了。美国帮助俄罗斯人突破了库尔斯克前线。5名西方和乌克兰高级官员和军事官员表示美国暂停向乌克兰提供情报的决定削弱了泽连斯基的谈判立场，并在最近几天杀死了数百名乌克兰士兵，从而帮助了俄罗斯的攻势。这个就是特朗普对乌克兰人民犯下的罪行虽然现在也有西方媒体在报道库尔斯克的乌军被分割包围，甚至有人说库尔斯克的乌军已经在撤退只有少部分部队在掩护。具体什么情况，我想现在也很难断定只能说库尔斯克的乌军处境比较艰难，俄乌局势又起波澜了。不过这个乌军的总司令谢尔斯基他对外界说只要俄罗斯不停火，乌克兰就会持续猛攻俄境内的军工厂、弹药库和炼油厂。这个也表明乌军的决心乌克兰国家边防局发言人德莫钦科表示我们监测到敌方试图在诺文克地区建立战斗阵地，这些由数人组成的小型突击队正尝试渗透乌克兰领土，巩固据点，并向纵深推进，其目的很可能是破坏我方补给路线。乌军已动用火炮、迫击炮和侦察打击无人机系统进行反击，旨在摧毁敌军并阻止其扩大战果。德莫钦科特别强调，在边防部队驻守的前沿阵地，俄军正运用包括光纤制导无人机在内的多种手段加强攻势，炮击频率显著上升。尽管库皮扬斯克方向仍是当前战事最激烈的区域，俄军持续发动突击，试图突破防线，但乌方表示所有进攻均被成功击退。根据乌克兰希尔维斯克战役战术军团发言人米斯尼克透露说，过去一周俄军在边境地区的整体活动有所减少，唯独与俄罗斯库尔斯克州接壤的苏梅州仍面临持续压力。也就是说俄军要把这个乌军赶出库尔斯克，所以他们就要渗透到苏梅州要切断乌军的后路要把他的运输补给线要给掐断。最近这个凤凰卫视他播出了凤凰卫视一位女记者对吧，随着乌军深入到俄乌交战的前线，就是哈尔科夫离俄军的前沿阵地恐怕就不到10公里，实地探访乌军的阵地，以及乌军向俄军发射那个火箭弹。我想那个视频大家都看了实际上那个非常危险，俄乌双方严防死守主要盯的都是对方的火炮，第一个就是火炮，还有什么导弹发射阵地，因为这个对前线的士兵这个伤亡打击威胁最大。其次是找那些什么高价值的设备，比如防空导弹、雷达站，这个一定是双方要重点打击对象，然后才是什么坦克、装甲车，最后才是那些步兵所以这个凤凰卫视的这个女记者随着那个火箭弹那个发射车到前线去发射火箭弹，实际上这个是非常危险。最近网上也在流传这个俄军钻这个天然气管道，戴着防毒面具对吧，在什么天然气管道里面待命4天爬行15公里，那个天然气管道宽度据说只有1.5宽也就直径是1.5米。这个俄罗斯方面把这个视频还放出来了，几百名俄特战队员潜伏在一条弃用的天然气管道中，行进了约15公里，于8日从苏贾附近的后方对乌军发动突袭并取得成功。俄罗斯媒体展示
示了其特种部队戴着防毒面具和灯具沿着管壁内部行走的画面。但是乌克兰方面啊，前天就说了，乌军空降突击部队迅速发现俄部队，用火箭、大炮和无人机将其摧毁，80%的俄军啊被击毙啊！现在双方说的完全不太一致。这俄罗斯方面啊，现在已经开始这个在宣传他们是怎么决策，怎么利用这个废弃的天然气管道啊，怎么样去往里面打氧气啊，灌氧气，怎么样抽水等等。可见啊，这个俄军啊，为了把乌军赶出库尔斯克，也是豁出去了。实际上，这个就是为双方接下来的和谈，大家都在掌握主动权，留给普京的时间不多了。就在停火之前，对吧？他必须要把乌军赶出库尔斯克，否则普京就被动。所以你看啊，现在俄军和金家这个部队啊，现在不惜代价，对吧？向这个乌军发动反攻啊。我们看看这个美国和乌克兰在沙特的会谈啊，这个非常有意思啊。这种安排啊，是泽连斯基先到沙特，与沙特的王储萨勒曼会谈，谈完之后泽连斯基就走了，然后乌克兰的团队留下来，什么办公室主任什么伊尔马克啊，还有几个人跟美方代表团会谈。这个美方代表团有哪些人，现在似乎还不知道。那这次会谈谈什么呢？对吧？在会谈之前，给泽连斯基给乌克兰这种极限施压，帮俄军。那这次会谈，特朗普想达到什么目的？当地时间3月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预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与美国签署稀土矿产协议，并且他说乌克兰无论如何都可能无法生存。这个路透社3月9号报道，他说2名美国官员称美方计划利用11日在沙特阿拉伯与乌克兰代表团的会晤，确定乌克兰是否愿意对俄罗斯做出实质性让步，以结束俄乌冲突。其中一名要求匿名的官员表示在这场闭门会晤中，美国代表团还将观察是否有迹象显示乌克兰切实希望改善与特朗普政府的关系。这个报道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定于9日飞往捷达，也就是沙特准备参加这一双边会谈。乌方代表团将由泽连斯基的高级助手伊尔马克带队，预计与卢比奥一同前往的还有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沃尔兹和特朗普的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所以这个很奇怪那个俄乌特使凯洛格又缺席了，让中东的特使威特科夫参加。这个威特科夫他跟俄罗斯人已经谈了好几轮了。我记得这个俄罗斯不释放了美国人质嘛，美国一个犯人就是这个威特科夫去谈的。所以某种程度上是不是这个凯洛格已经被特朗普给他挂起来了，靠边站了。报道引用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你不能一面说我想要和平，一面说我拒绝做任何妥协。另一名官员说我们想看看乌克兰人感兴趣是否不仅是和平，更是务实的和平。如果他们只肯谈2014年或2022年的边界，那就透露了一些信号。特朗普自己对会谈表示乐观，他说我相信我们将取得很大进展。你看这个特朗普就是施压，要泽连斯基以领土换和平，对吧？要泽连斯基做出实质性的让步。3月10号这个特朗普他在这个空军1号上面有记者问他恢复与乌克兰的情报共享时的问题，这特朗普告诉记者说好吧，我们已经基本就做到了，说的比较模棱两可意思就是美国已经恢复了跟乌克兰的情报共享。特朗普这个人翻脸比翻书还要快，所以他说什么恐怕晚上睡一觉第二天他就变了。他的这些所作所为都是为给11号在沙特的会谈又在铺路，又在对乌克兰和泽连斯基极限施压。按照特朗普自己的说法，就是要考察乌克兰认真对待俄乌和谈的这个态度。实际上这个客观上特朗普已经在帮普京了。特朗普为什么这个又恢复了情报共享，对吧？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他的这个马仔马斯克为了这个星链跟波兰人吵起来了。波兰那个外交部长叫什么西科斯夫对吧？他说这个波兰花钱买了这个5000个星链终端，再送给乌克兰，人家1年花了5000万美元，你乌克兰不能随便终止毁约，不能停止服务。如果你要停止的话，那以后就是说这个波兰就不再用星链的这什么服务。结果马斯克怼他，有时候马斯克自己在 X 上发的帖子说什么我的星链系统是乌克兰军队的支柱，如果我关闭它，他们
整个前线都会崩溃。你看这个话啊，明显的就带有威胁的意义，要不然你好好说这种干啥？所以这个波兰的外交部长希克尔斯基啊就反驳他，这个可是我花钱买的，我是交了钱的服务，对吧？1年5000万，你不能停。这个马斯克和波兰怼上了，结果这个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加入了这个叫口水战。卢比奥发帖指责希克尔斯基是在捏造事实，因为没有人威胁要切断乌克兰的新链。他还声称这个波兰官员要对美国说谢谢，因为如果没有新链，乌克兰人早就输掉了这场战争。俄罗斯人现在就站在波兰边境，你看看啊，是不是现在两个外交官之间啊互相怼上了？这个是非常不友好的，直接就指着鼻子骂了。大家也知道啊，波兰跟美国关系是非常特别的啊，就是波兰他不信欧盟，他是要抱美国大腿的，这就是一个不好的迹象。也就是波兰现在也不相信美国人，你只能这么理解啊。后面还有，要不然不可能波兰的外交部长跟那个美国国务卿两个人，对吧？开始口水战，然后这个马斯克又在怼这个波兰外交部长，他说啊，无论他多么不同意乌克兰的政策，都不会切断对乌克兰的新链服务。针对希克尔斯基的帖子的另一条回复中，马斯克写道：安静点，小人物，你们只支付了很小一部分费用，而且新链是无可替代的。你看看啊，他说人家外交部长是小人物，所以这个马斯克是越来越狂妄啊。外交部长是小人物，但是人家是代表的是波兰，那马斯克为什么说他不会切断乌克兰的新链服务？他这话可信吗？很难信，对吧？他为什么这次又承诺不切断服务呢？还不就是特朗普在空军1号上说的，对吧？又恢复了给乌克兰的这个情报贡献，反反复复啊，这样跳来跳去，说白了都是要给乌克兰、给泽连斯基极限施压，就是要逼泽连斯基，对吧？同意领土换和平，什么2014年边界，什么2022年边界都别想了。根据这个经济学人的报道啊，你看乌克兰人泽连斯基人家是怎么回应的，就是关于特朗普说的啊，什么考察你的态度，你对和平是不是真心的，对吧？你不能一边要和平，一边又不放弃领土。这个乌克兰将明确其立场，即任何限制其重新武装能力，迫使其承认备战领土为俄罗斯领土或干涉国内政治的和平协议都是不可接受的。也就是说啊，你特朗普啊逼乌克兰割让领土，对吧？让乌克兰裁军只能保持5万人的部队，还不能有重武器，搞得跟那个车臣的那个武装一样。还有你特朗普想干涉乌克兰内政，对吧？你签这样的和平协议是不可接受的啊。泽连斯基已经表态了，所以我觉得啊，这个在沙特这个会谈恐怕免不了啊，又是一番这个争斗啊，唇枪舌剑。刚才说的这个波兰和美国的关系啊，大家都知道吧？这个波兰的总统杜达呀，他实际上跟这个特朗普私交还是不错的。我记得这个拜登当总统的时候，杜达去美国访问，还专门要去那个海湖庄园，对吧？给这个特朗普做工作，要他支持乌克兰，对吧？就是那个援乌法案600多亿。但是这一次啊，波兰的外交部长跟卢比奥之间，跟马斯克这种隔空对战，已经说明问题。前2天啊，波兰的总理说波兰要搞核武器。今天啊，波兰的总统杜达表示啊，他赞成法国将核武保护伞扩大到波兰，并支持马克龙最近的言论。马克龙最近的言论不就是，对吧？在欧洲要搞个联军嘛，完了法国的核保护伞扩大到欧洲，德国是有意见的啊，也是德国的舒尔茨啊，德国的默茨是欢迎的。这回波兰表态欢迎法国提供核保护，这些都说明啊，波兰人现在已经开始不信任美国了。跟你特朗普关系再好，你这个人变得太快，对吧？翻脸比翻书还快，背信弃义啊，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所以你看啊，波兰现在已经开始对美国啊是另外一种心态，对吧？他不得不考虑啊，如果美国跟波兰闹僵，波兰真的有事啊，这个俄罗斯要侵略波兰，美国如果不管怎么办？鸡蛋不能搁在一个篮子，对吧？这个特朗普是能干出这事啊，所以你看啊，人家回头就响应马克龙的核保护伞扩大的计划，这个可是啊，欧盟里面第一个响应的国家就是波兰。马克龙是在那个欧盟峰会上提出了这个为欧洲提供核保护伞，德国舒尔茨是不同意，其他的国家默不作声，因为搞不清楚啊，他们还想着是美国提供保护啊。这个时候啊，波兰总统杜达算是第一个响应，随着默茨上台啊，德国再响应，接下来其他国家也会响应啊，这就是示范效应。大家都知道这个意大利的那个女总理啊，她跟马斯克关系非常就是非同一般，结果就因为美国特朗普啊这样反复无常，就是关系再好，对吧？那个梅洛尼嘛，他跟那个特朗普关系也不错，对吧？特朗普这个就职总统那个典礼啊，这个梅洛尼还亲自去了嘛，说明私人关系很好。但是就这样也不行，人家现在也开始防着美国，对吧？这个马斯克的新链人家不要了，哎，准备在欧洲找这个卫星啊通信公司来合作。这个马斯克为什么后来又承
承诺无论如何，虽然我跟泽连斯基观点不一致，但是我也不会停这个星链。实际上，马斯克这个做法已经犯了众怒啊！你要敢停星链对吧？乌克兰肯定受损失，但是欧盟一定会制裁马斯克，制裁这个特斯拉，制裁那个 SpaceX， 对吧？你那个星链你再好，你留着美国人用，你的特斯拉再好，美国卖吧。你看特斯拉最近这个股价暴跌实际上就跟马斯克跟着特朗普后面倒行逆施，这个一个就是市场给他的一个负面的反拿脚投票，对吧？你产品做的再好，人家不要，对吧？马斯克干涉德国大选，干涉罗马尼亚大选，然后在那儿侮辱、谩骂泽连斯基，威胁泽连斯基，对吧？这些做法让全球的投资者心寒。所以你看，马斯克呢，特斯拉股价已经腰斩，这就是对吧？他应得的。那我们再看这个特朗普所谓的一手托两家，对吧？你对泽连斯基、对乌克兰极限施压，对俄罗斯呢，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动作，连极限施压都没有，对吧？当记者在空军1号上问特朗普，对吧？这个大家可以看视频这个说这个你把这个乌军的军事援助暂停了，情报共享也停了，但是俄罗斯现在在进攻乌克兰，那是不是普京不给你面子？结果这句话又让特朗普破防了。确实特朗普没面子，所以他就说你是个坏人，对吧？你不是个好人，你不怀好意。特朗普团队对俄罗斯最大的什么打压威胁，也就是个制裁，但是并没有实施。这个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说如果莫斯科拒绝同意乌克兰停火，将对俄罗斯的银行业和能源业实施新一轮严厉制裁，也就是这个参议员威胁对俄罗斯实施地狱般的制裁。这个特朗普上任这50天来闹的笑话不少，但是让记者让大家戳穿的特朗普的谎言也非常多。但是这个对特朗普来说这不叫事，对吧？他不觉得这个有什么丢人的。你比如说特朗普说泽连斯基给他写信，他不是在国会演讲的时候念了这个信吗？结果人家乌克兰人辟谣说没有给特朗普写过信。特朗普念的那个信是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上发的一个帖子，就被当场打脸。这还不算完然后前2天这个特朗普又说他谈到伊朗的核问题他说他给哈梅内伊写信，也就是要求哈梅内伊，对吧？你放弃这个核计划要进行什么谈判。结果伊朗的这个哈梅内伊他也公开表示他们没有收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任何信件，并且哈梅内伊还说德黑兰永远不会接受任何遏制其核导弹计划的要求，无论威胁如何，我们都不会退缩。也就是说，这个估计大家都难以想象怎么美国人选了一个这种一屁两谎的这种人当总统，撒谎成性。第二个，你现在跟伊朗谈什么核计划，伊朗怎么可能同意呢？对吧？这乌克兰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乌克兰放弃了他的核导弹、核武器，现在就是挨揍完了之后，美国不帮他，反而还要 PUA 他，还要助纣为虐，谁那么傻呀？我们再看看英国现在上劲了这个英国首相斯塔默正在计划召集第2次盟国会议，考虑战后向乌克兰派遣维和部队。斯塔默的发言人周一在伦敦对记者表示，此次峰会预计在周6举行，准备为所谓的自愿联盟贡献军事力量的北约和英联邦国家领导人将在线出席。会议的目标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成功促成停战后，派出军队协助维持乌克兰的和平也就是斯塔默这个现在上心了要成立联军到进驻乌克兰。这个英国媒体称英国外交大臣莱米表示将解冻切尔西足球俱乐部出售款项中的23亿英镑用于帮助乌克兰，就是卖切尔西俱乐部的钱被英国扣了英国现在把这钱解冻给乌克兰买武器。那这个钱是谁的呢？这个钱就是应该是俄罗斯的富豪阿布拉莫维奇，他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2022年3月受到英国的制裁。我们再看看这个蒂保老人呢，昨天发表了电视讲话。蒂保老人说这场与乌克兰的冲突已经持续了3年，这场悲剧本不该发生在我们之间，我们之间没有世仇，曾经是兄弟，是亲戚。上百万乌克兰人为此而丧生，青壮年几乎丧失殆尽。你看看这个俄罗斯人独有的这种逻辑，对吧？俄罗斯人特有的这种应该叫强盗逻辑，可见一斑的。大家看视频Тема моего выступления – события на Украине. И то, почему это так важно для нас, для России. Конечно, мое обращение адресовано и нашим соотечественникам на Украине. Говорить придется обстоятельно и подробно. Вопрос очень серьезный. Ситуация на Донбассе вновь приобрела критический, острый характер. И сегодня
обращаюсь к вам напрямую, чтобы не только дать оценку происходящему, но и проинформировать вас о принимаемых решениях, о возможных дальнейших шагах на этом направлении. Еще раз подчеркну, что Украина для нас – это не просто соседняя страна. Это неотъемлемая часть нашей собственной истории, культуры, духовн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Это наши товарищи, близкие, среди которых не только коллеги, друзья, бывшие сослуживцы, но и родственники. Люди, связанные с нами кровными семейными узами. Издавна жители юго-западных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древнерусских земель называли себя русскими и православными. Так было и до XVII века, когда часть этих территорий воссоединилась с российским государством, и после. Нам кажется, что в принципе мы все об этом знаем, что речь идет об общеизвестных фактах. Вместе с тем, для понимания того, что же все-таки сегодня происходит, для объяснения мотивов действий России и тех целей, которые мы перед собой ставим, нужно хотя бы несколько слов сказать об истории вопроса. Итак, начну с того, что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Украина целиком и полностью была создана Россией. Точнее, большевист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Россией. Этот процесс начался практически сразу после революции 1917 года. Причем Ленин и его соратники делали это весьма грубым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 самой России способом. За счет отделения, отторжения от нее части ее собственных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территорий. У миллионов людей, которые там проживали, конечно, никто ни о чем не спрашивал. Затем, накануне и после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уже从普京说的一切啊，那一切都是乌克兰人，对吧？我已经仁至义尽，结果你们还是要加入北约，那我只好动手教训你。我本来是想教训你一下，结果你们居然不识趣啊，对吧？你们不仅不改弦更张，反而还变本加厉地倒向美西方，所以我只好加大力度。但是就这样，我还没有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吧？我们只想活捉，对吧？减少损伤，因为我们毕竟还是兄弟啊，以后你们还要回到那地方生活。你看看一个侵略者把脸一变，变成一个慈善家，对吧？仁慈之心呢，这个啊，跟这个加德老师啊就同频共振了啊。加德老师就说了，普京太仁慈啊，打仗有这么打的吗？有核武器上，对吧？先把他电厂，把他这个啊天然气、能源、自来水厂全给他炸掉，我就不信乌克兰不投降。三光政策啊，这就是加德老师说的。说地保老人啊太仁慈，果然啊，地保老人就说自己仁慈。你看看，连那个特朗普都说啊，他说人家俄罗斯人呢只用了20%的力量来轰炸乌克兰，如果说他要100%的轰炸，那乌克兰就没了。哎，这是特朗普说的。所以说啊，这一切这个说法从哪儿来的？就是普京。普京说泽连斯基原本是个喜剧演员啊，一个毫无政治家头脑、狂妄自大且歇斯底里的狂热纳粹分子。说泽连斯基啊跟美国签矿产协议，将属于乌克兰人民最后一点家底挥霍一空，他是乌克兰人民的罪人，接下来巨大的战争债务还将花10代的乌克兰人民去偿还。他掏空了整个乌克兰。你看看啊，一切都是因为你反抗，你要不反抗没这些事，对吧？我侵略你，我抢你的东西，你不反抗就没这些事啊，你为什么要反抗呢？实际上啊，这就是强盗逻辑。芬兰、瑞典加入北约，怎么普京不去打芬兰呢？芬兰跟俄罗斯的边界好像1000多公里长，对吧？北约的部队离圣彼得堡好像就几百公里、200公里，对吧？为什么芬兰加入北约他就不管，乌克兰加入北约那就得打？理由很简单啊，普京就是想恢复前苏联，恢复沙俄帝国。芬兰那个往后放一放，现在顾不上，所以什么加入北约那只不过是个借口。普京在这儿猫哭耗子假慈悲，他不知道乌克兰人不想过俄罗斯这样的生活，对吧？也不想过白俄罗斯那样的生活，人家向往自由世界，人家加入欧盟，对吧？人家需要北约来保护他们的发展成果。侵略者啊摇身一变，居然指责被侵略的一方没有顺从，没有配合，你说这是什么世道？那些黄俄应该想一想，哪一天普京啊也在电视面前对着这个黄俄侃侃而谈，对吧？你们为什么不加入俄罗斯，对吧？我们都是啊有共同的祖先，都是兄弟啊，我是为你们好，你们为什么要做无谓的牺牲？不知道这些黄俄啊如何面对啊？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